继续咱来看，受到这空雷风台影响，新竹尖石的司马库斯对外道路是有真侪所在拢绑起。即马部落青年是昨下晡的时阵撩起过岭，用步练的方式对外来讨救兵。看到这风台雨是直直关心着司马库斯呢，对外的道路真侪所在拢绑起。2号桥雨冲歹去，这桥面是有40公尺，拢已经断去，无法度出入。另外呢，这山顶搁捌停电，基地台是无信号，一直等到昨中昼，才由部落的青年用步练的方式对外来讨救兵。新竹县消防人员上山了后，去到司马库斯产业道路差不多1.5公里的所在，所发现讲在当地是有凹坑。是袂当入去的。根据在了解，即马司马库斯是还阁有几工的米牛，台电也伫风雨当中拼势咧抢修，目前是干那冷月部落这电还袂来。